白羊、獅子、人馬座，快啲嚟接住你哋嘅幸運。響呢一年，你哋嘅運勢將會直線上升。隨住大吉星木星正式進入獅子座，屬於你哋嘅閃耀時刻已經到嚟啦。你哋一直都係充滿熱情，非常之有主見，但係呢，總係欠缺咗一個真正俾你發揮嘅舞台。而響呢一年，無論係你嘅事業運、人際關係定係愛情魅力，都會全面提升。你會發現自己更加容易被看見，做起事上嚟亦都更加有自信同埋衝勁。但係我想提醒你，占星學上邊木星係代表豐盛，但係都容易帶嚟過度嘅膨脹。運勢再強都要小心自己因為過度樂觀而做事變得魯莽。我哋要學識同命運大神合作，就係勇往直前嘅同時，依然要保持清醒嘅思考，咁樣你先至唔會錯失今次上天俾你嘅機會同幸運。其實木星響獅子座咧，對於每個火象星座嚟講都有唔同嘅個別影響。其實咧，我仲未講完，響 YouTube 入邊我準備咗最詳細嘅整體趨勢同埋星座運勢大拆解，有興趣嘅朋友喺下邊留言 Leo Leo，我會將完整嘅影片連結 send 俾你。